歡迎收睇1月嘅 AI 財經焦點，一齊關注全球經濟嘅動向。特斯拉 CEO 馬斯克表示，隨住功能提升，全自動駕駛 FSD 嘅訂閱價錢將會上調。特斯拉 FSD 功能嘅重大突破係，成個駕駛過程入面，乘客可以一路玩電話或者瞓覺。Cybercab 無人駕駛的士將會喺4月開始投產。Sakana AI 喺1月23日公布，谷歌爾同公司最近宣布嘅融資輪相同估值對其作出投資。該公司未有透露谷歌嘅具體投資金額。作為日本最有價值嘅人工智能初創企業，Sakana AI 同時宣布同谷歌達成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令到公司可以利用呢家美國科技巨頭嘅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嚟開發技術同產品。瑞銀分析師喺研究報告中指出，英特爾預計將會喺今年年底正式推出14A 製程技術設計套件，到時有望同一間甚至多間大型科技企業達成合作意向。分析師表示，英偉達、蘋果、亞馬遜以及一間高端消費電子廠商都喺英特爾潛在合作客戶名單之上。佢哋同時提到，呢類合作好大機會成為推動英特爾股價上升嘅正面催化劑，但對於該業務嘅盈利前景，我哋仍然持觀望態度。港鐵喺1月22日喺澳洲市場發行首批澳元優先無抵押綠色債券，總發行額20億澳元，作為公司全面融資策略嘅其中一項部署。今次發債獲標準普爾同穆迪評為 AA 加同 AA3級別，係澳元債市歷嚟規模最大嘅企業綠色債券同雙期限企業債發行，同時創下澳元企業債券史上規模最大嘅認購訂單金額。彭博報道，匯豐控股將會關閉位於新加坡金融區一間主要零售分行，但計劃喺同一物業入面開設財富管理中心，以爭取更多富裕客戶。匯豐發言人回應外電查詢時表示，新加坡仍然係佢哋優先發展嘅市場之一。當地業務佈局維持不變，萊佛士方分行變為財富管理中心，符合集團戰略。據內媒引用企查查資料顯示，小米汽車科技近日申請嘅前艙強化結構、前艙同車輛專利已獲授權。專利摘要顯示，前艙強化結構係透過設置吸能區，令到前艙強化結構發生碰撞時，可以透過吸能區變形嚟吸收碰撞過程產生嘅能量，從而令較少能量傳遞到乘客艙，提高搭載該前艙強化結構車輛嘅安全性。另外，前艙強化結構可以採用質量較輕同較薄嘅材料，降低結構嘅成本同重量。2026年1月，中國藥企已經完成10宗海外授權交易，其中榮昌生物同艾伯維嘅交易首期付款達到6.5億美元。2025年係中國創新藥海外交易嘅高峰年份。第一財經訪問嘅醫藥同投資機構人士都認為，呢種趨勢將會持續。摩根大通大中華區醫療健康行業研究主管黃洋表示，2026年出海交易數量或者總金額可能難以超越2025年，但會維持強勁勢頭。今日時間差唔多，大家記得按下面按鈕追蹤 Edit Channel YouTube 頻道，緊貼市場資訊。我哋下期再見。